好，各位同工，大家好啊！咁呢個片段咧就係教大家咧點樣將你嘅程式擺喺呢另一個平台裏邊。咁點解要咁做咧？因為有一啲消息就指 Gemini 其中一個 Gem 嘅功能，即係頭先所教大家寫嘅程式分享連結個功能咧，會停用或者要收費先用到，所以咧會教大家點樣將大家做咗嘅程式轉移去另一個平台，而我哋轉移嘅目的地咧就係我哋Google 嘅其中一個 product 就係 Google Site。咁逐步同大家講下個示範。好，第一步我用翻上次片段教大家寫嘅程式。咁其實咧只需要揾翻呢個程式一個叫 HTML 嘅編碼，然後將呢集編碼去做個複製，然後貼翻去 Google Site 嗰度，咁就係個功能嚟嘅。咁樣有兩個方法可以揾佢個 HTML 碼。第一個最基本嘅就係喺個 prompt 嗰度打翻就翻以上嘅程式，提供一個完整嘅 HTML， 或者可以有一個叫程式碼，其實將依紮咁嘅編程全部做一個複製，然後貼去 Google Site。咁我而家先做一個示範。咁其實有另一個快捷方法，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，輸入咗個 prompt 之後咧，然後有一個全部複製嘅都得嘅。好啦，我複製咗呢啲編程之後，我就去一個叫 Google Sites 嘅地方。好啦，咁我做一個示範。咁喺翻 Google 嗰度打 Google Sites， 咁然後撳翻第一個，咁同之前做法一樣，都係做一個登入。咁我預先咧做咗一個登入嘅，咁我去翻我個編程嘅平台。好，只需要撳一個加號，新增一個空白嘅網頁，然後打一個你要求嘅標題啦，然後就第二步啦，咁就我加一個頁碼，咁呢個係咩嚟咧？咁等陣先加咗，再俾大家睇先，就係一個整頁嘅嵌入，然後頭先嗰個係倍數嘅編程啦，我就打翻好佢啦，然後咧就新增翻頭先嘅程式碼，將佢貼翻喺度。咁就完成嘅啦，咁你就撳插入。好啦，咁點樣將呢個編程呢個網站發布咧？就撳翻發布，然後作翻個名。咁我而家只係一個測試啦，咁撳個 test， 然後撳發布，然後你就得到一個連結嘅啦。咁呢條連結就係剛才倍數嗰個嘅小程式，咁俾大家睇下個效果。好，留意翻頭先改個 test 係啦。咁頭先嗰個整頁嵌入其實會點樣咧？其實就好似而家嗰個嘅版面咁樣，當你越加越多嘅話咧，就會有倍數或者有多個分頁會擺喺度嘅啦。好，咁你可能會諗到啦，如果當我有10個小程式，咁佢咪所有嘅分頁會擺晒喺最頂嗰行，咁你可能覺得比較麻煩啲喎。咁其實可以將佢咧變成一個下拉式嘅選單嘅。咁即係咩意思咧？我哋去翻 Google Sites 個位置，其實你只要將呢個倍數拉入去上高，變成佢嘅分頁。咁好啦，每次更新咧，你都要撳發布嘅。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唔同咧？我哋稍等1-2分鐘。係啦，咁咧你重新再去翻個網站，然後就發覺去所謂嘅分頁咧，其實就將你個倍數擺咗喺呢個位置。咁當你整咗10個程式之後，其實就會以一個分頁嘅形式下拉式選單喺度選擇嘅啦。咁我做多個示範，咁你可以咧喺撳3點，然後撳複製網頁。咁我作另一個名稱啦，可能叫因素。好，然後再發布，然後咧等佢1-2分鐘。好啦，當你等咗1-2分鐘之後，再撳 refresh， 然後你就會見到有個分頁嘅啦。咁其實有時會等得快啲嘅，咁你不斷咁撳個 F5 或者 refresh 咧，直到個網站有更新。咁呢個咧就係最基本用 Google Sites 嘅方法。咁其實咧科學科咧之前都做咗一個類似嘅實驗，咁大家可以去望一望啦。
咁當睇完呢條短片之後，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其實就可以試下寫幾個程式，然後將佢擺入編程嘅平台，咁樣咧俾個連結大家望下。係啦，咁當之前咧4年班又寫咗幾個實驗嘅科學嘅實驗，咁大家睇完呢條短片之後，希望大家可以試一試啦。好，短片嚟到呢度先，拜拜。